另外咧喺海洋公園我哋嘅大熊貓會相信咧喺禮拜日開始咧就讓大家可以去同佢接觸見面啦。咁呢個咧係大家都萬眾期待嘅，亦都好鼓舞嘅。我喺睇到不同嘅媒體報道咧，大家都咧係好雀躍，希望早一日可以去同我哋嘅大熊貓見面。而喺海洋公園喺呢方面咧，都已經做咗大量工作，去推動喺大熊貓方面，除咗香港居民或者旅客咧喺同大熊貓接觸嘅時候，有一個好良好嘅體驗，大家係會覺得好高興。之外咧，喺熊貓方面嘅經濟咧係都要推動嘅。熊貓方面嘅經濟咧，除咗係多啲產品，我哋亦都係鼓勵多啲優惠嘅。咁剛才所提及喺海洋公園所推出嘅一系列去推動熊貓活動、熊貓經濟，以及我哋將呢個大熊貓嘅好事咧變成大好事、更好事咧，呢個我相信各方面都要一齊努力嘅。除咗海洋公園之外咧，大家都知一系列嘅熊貓嘅嘉年華活動都喺度推展啦。我哋亦都睇到將會有2500多個熊貓嘅裝置會令到我哋香港喺不同嘅地點都喺特別係週末咧有一個好熱烈嘅氣氛嘅。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我講嘢牙齒當金使噶，屋漏偏逢連夜雨。人衰起身行路都打肚褪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你係咪想砌我山豬肉啊？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忍得你我真係食得屎啊！寵辱不驚，閒看庭前花開花落。唔好理佢幾大幾大啦，燒賣啦。花開堪折直須折。你唔信我蘇州過後就冇艇搭。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我死都要揾你墊屍底超！咁而家未打完嘅，打咩牌啊？大陸牌。打咩大陸牌啊？咩規矩啊？打落咪知咯。打唔打？11點我做莊。唔係，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我做莊。我做莊即係總書記，總書記話事係嘛？咩咁都得？咩規矩嚟啊？大陸規矩，學下啦，細佬。8碼啦，上。俾上。喂，打出嚟可以攞翻入去嘅咩？咩啊？打錯無罪，再打有理。大陸規矩。好，我明啦。我明啦，明啦。咩？喂，咩規矩啊？大陸規矩啊嘛，3反啊嘛，未聽過啊？啱啊，照板煮碗，3反啊嘛。學得快好有前途。喂，好咯喎。你又做咩啊？做咗3反嘅啫。有3反就有5反噶啦，3反5反，冇聽過咩？好耐冇反啊嘛。你搞咩啊？大躍進啊嘛。大躍進。咦，你話你？哎呀，自摸食糊。呢叫咩名堂啊？咩生意啊？走後門啊嘛，你唔知啊？而家最興噶。我哋依家發表聯合聲明，唔玩啊！喂，未打完喎，咁即係點啊？先至修改基本法啊？唔得，我堅持唔打台灣牌。超哥哥，你難道真的不喜歡我嗎？我心4大皆空。你說4大皆空，為何有幾閉雙眼？我哥哥，我眼睛裡進沙子了。借口，你說的都是借口。